用那个光碟机的马达呢，这好像光碟机的马达，小马达，它竟然套上那个转轮呢，然后放上那个四橡皮筋然后正负端这样接，红的正，黑的负，正接正，负接负，但是它有一端它是接到那个马达金属表面，可能变成马达变成好像磁铁线圈那样了，所以有一端正，有一端是要接在这个马达金属表面，马达包装的金属表面，可能是这个正负端的观念了，然后接到那个 USB 的正负端 ，USB 接手机然后手机可以充电呢，好神奇啊！也有用2颗磁铁左右各1颗，它是会异性相吸，同异极相吸，同极相排斥相吸的。然后左右端各用热熔胶固定在那个木板上，中间是那个 USB 充电座那个，然后正负端连接那个线圈，正负端都有线圈连接，线圈先在那个笔上面绕30圈，线圈是用7包线做的了，然后头尾端用刀片刮干净，然后就可以通电了，再连接到有2组有一端都连接到充电座的正极，还剩下一端连到负极，然后再接到手机充电，竟然可以充电呢，好厉害啊！